来消息来看，云林县的卫生局为着要留调护理人员，提出3个计划哦，包括要来培养100个公费的护理师，佮要用5400万来改善工课场，钱是该想办法，也毋过望讲上紧明年就当开始。今年1、2月，全国急诊探望人，凸显护理人员不足的困境。云林县经估算，县内大约2385位护理人力，虽然符合合并比率。但离护理团体要求的比率缺口，各155位。文管府近期延年3个营运计划，希望来补助护理人力。就是未来的3年哈，我们针对留任在云林或是新聘到云林这些急救责任医院的这些护理人员，我们每个月可以给他们加码哈，就是加薪3000块这样子哈，补助他们3000块哈。除了每个月加薪3000块就任，也希望透过5年8000万，提供在地学生技职教育补助奖学金，选读护理相关的科系，毕业后第1年就业。另外，也规划5400万经费，针对护理人员投入照顾厝内长辈优先这场计划。云林县里面或者是云家的场域的学子都有很大的注意，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那进而反到我们的云林县的6大责任医院就职，这个相当的重要。包含就是说在托老或者是托育的这个区块，能够想出资源相对应的连接方式，对于我们的这一些医师人员返回早日回到职场有相当大的注意。云林县卫生局就讲，目前提出这3个延年计划，初步已经和县内7间病院讨论，所需要经费大约4亿外，但实施办法搁在讨论，未来搁需要送云林县议会审议通过，乃当顺利，预计明年上紧就当上路。希望达到将县内护理能力补助到3000人目标。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